我哋中國嘅老百姓而家有兩群人，有一群咧就生活得好知足，而另一群咧日日喺度鬧社會唔公平。咁樣而家個社會究竟係變好定係變壞呢？我出生喺60年代末、70、80年代初，我仲係個細路仔嘅時候，車匪路霸遍地都係，小偷幾乎係各個城市火車站、汽車站嘅標配。細路仔一個人去上街，真係有可能被拐走。嗰陣時我老豆老母都係工廠嘅正式工，老豆5級工，一個月最高工資75蚊。我阿媽100幾蚊比我阿爸賺得仲要多，但係佢係經常被派到碼頭做苦力多賺嘅加班費。哪怕我弟弟懷胎10月，佢仲喺船上邊做搬運，琴日仲喺度上班，第二日就生咗我細佬。佢個工友話今日唔見阿珍，肯定係生咗啦。而家我阿媽90幾歲啦，手指頭都係彎嘅，嗰個係佢日日拎起100幾斤嘅麻袋留低嘅職業病。雖然我哋而家屋企兄弟姊妹多，但係亦都算係小康之家啦。即使係咁樣，每次我哋老豆老母俾我哋食一碗雲吞麵啊，都會開心成個禮拜。而家嘅雲吞麵幾乎成咗最廉價嘅快餐。嗰陣時家家戶戶買肉都係揀肥肉，因為可以令到屋企嘅細路仔肚裏邊多啲油水。喺我讀小學嘅時候，我經常同啲同學跑到附近嘅河涌裏邊執啲廢鐵換幾毫紙嚟買雪條零食。我仲記得我呢一輩子做過唯一嘅一次小偷，我同我4家姐喺街口供銷社嘅菜攤偷咗2把枸杞葉翻嚟煮咗食，嗰種美味到而家都仲好難忘。嗰陣時電視機係奢侈品，買唔起亦都買唔到。1978年嘅時候，香港嘅舅父從香港帶咗一台細細嘅電視機翻嚟，整條街嘅鄰居每日晚上都圍喺我哋屋企門口睇電視。再嚟睇下90年代，我係89年畢業嘅，我畢業嘅第一份工算係比人哋優越啦，應聘到廣州市高第街一家商店裏邊當經理，月薪400蚊。92年我自己創業，第1年就買咗一台龜背無線電話，冇過1個月，我喺中山7路嘅出租屋啱啱行入個巷裏邊，就俾人從後邊撳低喺個地上邊，個頭咧俾人搏命咁樣撞喺地上邊，手機俾搶走咗。等我反應過嚟嘅時候，人都唔見晒，我甚至唔知道搶我嘅有幾多個人。90年代嘅城市裏邊，一塊磚頭就可以揼暈你，衫同埋鞋都可以俾人哋全部剝晒，全國各地都有出租車司機俾搶劫殺害嘅案例，街頭吐口水嘅癮君子，小偷被打到哭爹喊娘，火車站到處都有流氓小偷，呢一個就係當時嘅市井日常。1994年嘅時候，我開咗間鞋廠，1000幾蚊工資，工人排住隊嚟應聘，有啲為咗攞到應聘嘅資格啊，仲要同保安送禮添。嗰個年代整個社會都冇幾多工作崗位，大大小小嘅工廠缺乏自動化，工人做事按而家嘅標準啊，簡直就係做牛做馬添。而家嘅人其實愁嘅唔係揾唔到工作，只要有手有腳，到處都可以揾錢。多數人只係對薪水唔滿意，所以話今日嘅中國過得好咗定係差咗，我諗就唔使多講啦。一個超級大國最怕嘅就係內亂，新中國已經捱過好多唔好嘅時期。如果你願意對比中國每一個10年都比上一個10年要好得多，你亦都應該相信下一個10年會比而家更好。問題係佢發展得再快，亦都趕唔上我哋膨脹嘅慾望，咁樣令到我哋對佢進步嘅速度越嚟越缺乏耐心同埋理性。唔好睇而家嘅中國人日日喺網上邊抱怨呢個抱怨嗰個，其實你抱怨嘅都係太平年代嘅小煩惱。真正亂嘅時候，人係冇心情嘈交嘅，眼裏邊只有惶恐同埋掙扎。每日盼望嘅可能只係一碗米。一個國家喺短短嘅幾十年，從我講嘅嗰啲畫面換成咗而家嘅狀態，本身就係個奇蹟。唔信你買幾間外國嘅報紙睇下，世界上其他嘅發展中國家一個個都搞成咩樣？30年換幾次政權嘅比比皆是，搞個選舉就會打一仗嘅司空見慣。呢一屆政府定落嚟嘅嘢，下屆政府一上台，全部推倒重來嘅見怪不怪。老百姓永遠喺希望同埋失望之間，俾冇來冇去。唔好話經濟啦，連命都保唔住。不過中國硬係喺巨變之中穩咗落嚟，唔單止穩住咗，仲搏命往前衝。嗰啲用住廉價網絡講住風涼話嘅人，唔知道咩叫做社會塌方，唔知道咩叫做制度崩潰。佢哋冇經歷過窮同埋亂，所以對穩定呢兩個字佢哋冇概念、冇感覺。但係我見過，所以我珍惜。亦正因為經歷過咁多嘅苦同埋亂，先至會知道一個國家嘅強大指望唔上嗰啲講風涼話嘅人，而要靠一啲務實嘅能夠改變現狀嘅人，靠一個完整嘅制度體系去守住、去奮鬥，先至係真正嘅國家能力。雖然總係有啲人話而家有呢個問題、嗰個問題，我當然知道中國仲有一大堆冇解決嘅嘢，但係唔好忘記呢個國家已經從更爛嘅深潭裏邊一步步咁樣爬翻上嚟啦，冇乜嘢係可以嚇到佢嘅。喺中國老百姓普遍有個認知，地方政府做得好就係國家好，地方上面出咗事有腐敗分子，就算係一個小小嘅村幹部有問題啊，都會責怪國家冇管好。但係大家要清楚，中國唔係歐美嗰種聯邦制，各級政府唔係各管一攤事，而係中央統管全國。我哋呢個叫大一統制度。喺呢種體制底下，大家形成咗自然反應，中央一手揸人，一手定政策，地方只管執行，地方官冇執行好上邊嘅政策，老百姓嘅第一反應係問中央點解會冇發現，監督去咗邊度？呢個制度係唔係唔得啦？好比一條大船，整體仲喺度乘風破浪咁樣前行，但係其中有一個水手犯錯，大家就會去鬧個船長，你做乜 Q 嘢㗎？係嘅，問題確實存在，但係大家要睇到，比如呢幾年嘅大反腐，講到底亦就喺度修復信任，喺度糾偏系統。有權嘅，無論你幾大嘅官都要被查；有問題嘅照樣捉。國家冇裝聾作啞，冇打算放過嗰啲唔合格嘅水手，而係真係喐手喺度解決問題。作為普通人，我哋唔能夠咩都推俾國家，要學識分清責任，提升政治嘅判斷力，唔能夠一出事就一棍打死，更唔能夠讓情緒替代理性。只要中國人自己唔亂，只要呢台機器仲喺度繼續轉，繼續糾錯，繼續走，佢就唔會倒。怕嘅就係嗰啲忘記咗痛嘅人開始亂搞，將穩定當成咗習慣，將一啲小問題當成個天冧咗，卻將呢個國家嘅進步當成咗理所當然，最後將自己活成咗歷史嘅倒車黨。
黨。而我哋呢一代經歷過以前嗰啲日子嘅人咧，更加應該企出嚟維護國家嘅名譽同埋尊嚴。我哋再唔會希望，更加唔會睇到國家返到以前嘅狀態。